生辰快樂。年年都有今日，歲歲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呢選咧都好高興，今日咧能夠得到喺你哋嘅電台啊，同佢哋講下説話。究竟芳姐演出咗粵劇咁多年，有啲咩劇目佢係最中意嘅呢？我拍咗幾套戲，我都自己幾高興下。即係嗰時我將近係離開舞台啦，好似《梁祝幸史》啊、《洛神》啊、《六月雪》啊，嗰啲彩色片咧我都覺得幾好，拍得幾滿意。咁啊，同時咧有得自己表演自己嘅長處啦，因為佢係舞台劇，有勝一籌啲嘅。關雎可唱我話就唱，明珠融日我奉上，因善解配，念出一隻玉蝴蝶送我。我話像鮮花插在你雲鬢，還仲替你梳頭。提起麗香湯有證，麗香為證，未可坐好認真找問題喎。我嘅觀眾支持我先喺呢度多謝佢哋先。